咦，好神奇怪！我先生只生一子，并无女儿。这位小姐，她是谁呀？门口东张西望的啦。哦，刘师兄，刘师兄，几位？哎，你怎么站在门口不门不是呀？请。哎，梁师兄，娃嘛等这个，让我进去不能倒背坐来，不用客气，小弟我有话要问你。啥个事情这样心急啊？实在小弟路过府上，看见玉什么呀？你快讲呀！哎呀，侬讲我为啥吞吞吐吐的？你快讲啊！哎呀，刘小凤，喏，日子过日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肥，小脚滴滴，标标致致的男人我。刘师兄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哦，侬要问的就是她呀！是啊，她嘛是我的阿妹呀！哎，小弟刘兄事业东张，惊动谁着？总不曾听说刘兄外有一位丽妹呀？从姐妹嘛也在地狱了呀！刘兄别开玩笑，他到底是谁呀？啥人不能开玩笑？阿妹嘛，就是阿妹。哦，梁师兄啊，侬不要心急，让我讲不侬听。刘兄喜得灵美，小弟问问也有法。应该问，应该问。他呀，名叫云阳，今年18岁，不早婚事嘛。怎么样啊？完嘛，咋老在？哎呦，妙！
刘师兄，就算小弟一礼。并老姑爷三礼啊，小弟是举刘兄。杨师兄啊，你是要去王兄起来要帮忙，跟我要帮啥个忙啊？小弟是守在家去村。哦，原来是要我去移动渔村。哎呀，不是的啊，在家儿女去烧香。这个香倒是烧得蛮好的。刘兄啊，小弟心志宽实高，岗位啊，都是亲啊一的手里亲我今生的心从天降，愿其容易呀。哎呀，娘兄啊！全两兄弟啥嘛？给人们人弄成啥？老弟去，哎呀，他的家跟红花，郎才女貌是跟亲啊！我做媒才是包成功，让我们去看看这对造型啊！此次恭喜刘兄成仙。好，我就谢谢下你这个小妹。刘兄，那小弟就等家里了。嘉义，哦，上好了，我马上就不弄。兰桂，兰桂，哎，快去小弟哎！恩兄，阿梅呀，两兄不能迎接迎接，这位是两师兄。两师兄啊，这位就是我家的阿梅。两师兄，四妹，恩兄，唤小妹出来，有什么事么？阿梅呀，哎呀，刘师兄，哦，原来你是就要到日举亲呀，都去，哎呀，去，告辞了。两师兄，两师兄，两师兄，喏。一千八头，一千八头。一起把头。恩兄，究竟有什么事么？恭喜阿妹，恭喜阿妹小子！妹喜从何来？阿妹呀，刚才那位两师兄，你可看得清楚？哎呀，恩兄一问他这人，那位两师兄是叫阿姑来做媒的呢。望听此言空关谁？那君子不在尊，曾来当今他气帅昂挺必败，小人人常把作阿妹呀，这位两师兄人与人在，人与
暖不